日本嗰位74歲阿叔連人帶車跌入坑嘅一個悲劇事件咧，用一個中國嘅成語嚟形容咧，係真係好，我想知好貼切。冷靜，唔係，因為呢個事件我睇到有啲猛震。日本嗰位74歲阿叔啊，連人帶車跌落坑嘅悲劇事件咧，用一個中國成語嚟形容咧就非常貼切啦。呢個確切之父，乾涸嘅奢侈，骷髏痕上面有一條快死嘅鯽魚。係。呢個典故咧出自莊子外物，即係發生喺莊周身上啦。佢喺一個乾涸咗嘅車轍上面咧，就發現咗一條瀕死嘅魚，佢係條魚精嚟嘅。佢就求阿莊子，你俾我水我啦，俾我水我就唔使死噶啦。於是阿莊子咧，佢居然講話好，我而家就去吳越兩國嘅國王嗰度求佢哋引西江水過嚟救你咁。條魚應該會用粗口嚟鬧莊子吧？即係日本嘅嗰位70歲嘅阿叔咧，就真係好似呢一條確切之父。其實阿叔跌落去嘅時候，呢個狀態係正常嘅。跟住有2名消防員咧曾經嘗試去救佢，但係咧因為咧有第2次嘅坍塌，所以最終都係放棄咗。重點係呢個阿叔係朝頭早9點跌落個坑度嘅，咁啊消防咧要走流程啊，申請台起重機過嚟，咁啊一直到傍晚嘅4點鐘啊，台起重機先嚟到，佢仲要唔夠力，仲整斷咗條鋼筋，咁啊再打申請咯，咁啊到晚黑7點啊，台大啲嘅起重機終於嚟到啦，即係救人嘅嘢10萬火急噶嘛，呢啲流程可唔可以簡化一下呢？呢個就同日本個組織機構奉行嘅禁止自作主張，必須向上匯報嘅呢個行事準則有關嘅。喺冇指令話可以用起重機救人嘅時候咧，就冇人敢拍板決策。咪就係怕擔責咯。其實邊有咁官僚㗎？好似嗰條魚咁，明明批殼水就搞得掂嘅事，你係都要鑿條水渠引江水。咁除咗確切之父呢個成語之外咧，粵語裏邊有冇相關嘅俗語可以形容呢件事咧？廣東俗語咧，其實一般就係講生活裏邊嘅事，就好少有確切之父呢啲講深刻哲理嘅嘢嘅。不過如果遇到呢種情況咧，啲廣東阿叔一般咧都會鬧一句：等你打得報告你，我俾個官你做啊！